看过烘干了，准备可以出炉了。一种七分地只有1万多斤。那不是说两条是新鲜的就一直谈的。没讲。两个菜这个多少斤？我们这有时看他们这边，是不是？都这样。明天咱可以把这个还得往下定。那就看严着了。都看到那里头那一盖了。抬抬着，叫他头上抬着。